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怎么不开张？我开张方便话。买耶稣到犹大，把耶稣注定罪恶斩。你休蒙害人到恶点，发这罗近代推本三面国。买耶稣。买耶稣，我到犹大，把耶稣主定罪恶斩。定罪恶斩，你休蒙害，你休蒙害，他心里很闷，这不是个闷字，这是买耶稣。我到犹大，把耶稣做定罪恶斩。你休蒙害，买耶稣到犹大，把耶稣做定罪，被定罪。恶斩就那是你休蒙害，他的心里很蒙，就是疼，他心里很痛，你休蒙害，这就是这个字和苗语词是一样的，默就是痛，心里很痛。买耶稣到犹大，把耶稣主定罪恶斩，你休蒙害，心里很痛。要做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过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。